喺这本条例问答第4主日，我来谈问答第9个问题。若是安尼，上帝的律法，上帝伫律法中要求人做伊所做袂到的代志。上帝竟毋是枉屈人，这是第一个问答。这个问答第9条问答的回答讲，毋是安尼，因为上帝创造人，互伊本来有能力来遵探律法，但是人因为魔鬼的试探，家己自愿背逆，搁夺取家己甲家己的祸会当形成即种的规律。第9条问题，上帝是毋是会放弃伊上帝是毋是会放任这背逆甲背信的人，互因无受到刑罚？回答讲，绝对毋是安尼。上帝极其厌恶咱出世就有的罪性，甲咱本身所犯的罪行，而且要伫即世人甲永远用伊公义的审判来刑罚罪恶。若亲像伊已经所宣告的，既若无时常遵探律法的律法书所写的，拢是受咒惨的。问题11，上帝敢是主爱？回答讲，上帝的确是主爱，但是伊同时也是公义的，因此伊的公义就要要求遐个干犯至权上帝的威严甲的罪恶，所以即种的人拢要得到极刑，就是身体甲灵魂共款受到永远的刑罚。咱三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求你的圣神来引带阮入伫真理，带领阮下面的时阵，互阮会当拍开心内目睭，看起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搁较注重你的公义。互阮因为你的恩典慈爱来感谢你，因为你的公义来学你，互阮会当行伫死正的道路。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咱今仔日要来注重这个罪恶甲忧愁艰苦的教义，今仔要来做一个结束。伫顶礼拜所教示的是讲，咱承认咱家己实在是有够败坏。咱现在讲都有够败坏，败坏意思讲，咱内面有罪恶的本性，这个叫做罪性，罪恶的本性，成做咱会做歹的动机甲意念，但是咱外口呢，阁有表现出咱背逆上帝，无行伫死正的道路，所以这叫做罪行，有罪性，罪的本性。罪行就是罪恶的行为，但是上帝施展伊大权能，互咱来规则，所以咱较有法度来行善的路。意思讲啥？讲咱有罪性，上帝真厌恶咱的罪性，但是伊无放弃咱，伊互咱当定头生换一个活命，注重罪性，变做上帝的灵性伫咱内。咱外口的罪行，上帝答咱赦免，搁而且教示咱行伫死正的道路。这个意思讲，譬如讲咱的囡仔，咱咧烧，咱咧兄滚水，叫伊讲，这个滚水吼，若来记的时吼，你唔通去摸这个地锅，你若摸咧。你若唔听话，摸咧，爸爸要来拍，结果迄囡仔讲，你袂使摸，伊定得上平的摸，可能记了就都看爸，爸爸无伫的，怎啊摸落，说记一个煞比迄个地锅较大声，爸爸来也是，请问诶，伊背逆，爸爸爱出来面，讲无啦，我咧听
要死啊，去哪处罚？你现在该无公义，佮无慈悲，对不对？这个爸爸若是公义的，伊爱刑罚，对不对？讲出来为爱刑罚。啊，但是慈悲的，伊爱啥？爱大你笑笑。啊，所以上帝唔当伊是公义的，搁而且是慈悲的，伊唔当伊咱赦免咱罪过的罪，搁咱替阮糊药啊，糊了是搁咱咱的咱笑笑，这是上帝恩典。所以咱人有罪恶的本性，上帝唔是咧气。看咱讲哦，你看你就是即个无效啦，你无路用啦，哦，啊，即个毋是安尼。上帝要讲，我要用圣神要来你换一个新的性情，啊，而且你无好规矩咧，要互你悔改归正。这是咱顶礼来讲。咱顶礼来讲，咱伫咧罪恶的中间，互伫老母的来怀孕，咱生开就是真正违逆，搁而且咱家己所犯的过错。所以咱会遭有最的忧愁甲艰苦，甚至被定罪。你敢知影呐？即种的个变吼，对咱来讲实在是真正歹势。所以尤其伫中国文化内底讲，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逐人拢在讲即种。所以你看，咱伫中国文化讲，咱爱内圣外王，你知有意思无？咱内面爱真正圣洁，啊外口呢，咱会当来有主体性来决定一切。结果呢，我看我认捌的中国人，99.99%拢是内王外圣，什么意思？本来是内圣外王啊，其实是外圣内王。内面是啥？外口会结甲足神圣的，啊内面足霸道的。哦，这是真好。啊，这种的迄个个变吼，对咱来讲，这是咱的文化无法度接受。我有一个朋友，因爸爸是中兴法学院、中兴法学院法律的系主任。啊，伊讲我要怎信耶稣咧？我一个教刑法的人，叫我信耶稣，教本法的民法的人，我也无犯这个罪啊。按后生人讲，毋是啦，迄个罪毋是民事甲刑事的罪啦，是得罪上帝的罪啦。啊了后，伊我这个朋友吼去带一个大法官信主，迄大法官讲，我要安怎告别？我是罪人咧，我要做大法官咧。嘿，我怎么变成法官去？我当做法官，对不对？我安尼就好煞下死下情。啊，伊嘛才解释讲，这个罪毋是讲咱杀人放火、骂人欺人，是咱应该做的做袂到，咱无应该做的，咱做出来，咱心内的动机。意念、甲咱的言语、甲咱的行为，拢无行伫上帝道路，是得罪上帝的意思。咱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即种的会罪。咱顶礼拜是讲到这个个别了后，咱今日要讲啥？人是非常的诡诈，吼，咱这个，这因为遐法律告诉真正诡诈，诡诈，人是非常的诡诈。咱俗语讲哦，讲上好的方式就是进攻，所以人要为着要清做家己做义工，人就主动出击来。啊，上帝呢要的讲，阮已经承认，阮真正是罪人啦。啊，你讲的阮拢做袂到，啊，若真正做袂到，你搁刑罚阮，你安尼敢毋公平？你敢毋公平？你是哪甲要遐凌迟人呢？啊，我著承认错啊！啊，我著做袂到，啊，你搁要搁哪欺负？即个今仔日即个问答教就是即个问题啊，第九问答。所以今仔日即个主日，今仔日所有即三个问题，就是要来讲到人三个借口。一个借口就是，我著做袂到啊！啊，你要搁硬要叫我做，啊，你敢毋公义？啊，第二讲，啊，若安尼，敢毋真正要刑罚呢？这第二条。第三条讲，哎呀，你是主爱，啊，你去人家主爱，你敢有刑罚？安尼含你的主爱的本性都无共啊！啊，上帝你的主爱是假的。哦，这安尼讲对不对？啊，咱的囡仔来讲，妈妈，你听我，啊，你听我先到较管我，啊，听我先到较刑罚，啊，听我你著爱照我的意思啊，啊，你甲逐项到规矩，啊讲一大堆，是毋是咱囡仔？是毋是咱讲这话？啊，咱嘛伫上帝面头前。咱是用一个无奈囡仔讲即种，好来，咱今日第二来回答这个问题。上帝若是公义的，啊是安怎要叫我做迄个做袂到的代志？
安尼才有公义。咱对了人都无能为力遵守尊谈上帝的概念。啊，上帝要叫阮尊谈，哪亲像上帝因为这鱼也袂惊咯，都黑法鱼啊，因为这牛袂飞，啊，咱主要牛讲无死，先唔飞，安尼无公义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哎呀，啊人都做袂到啊，硬要叫人做这。你看咱古约内底有一个人叫做法老，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才的时，迄法老讲，恁着爱甲我照起工，即个庄啊，拢到做开，伊做一个庄啊油，啊，这庄啊油内底要烧庄啊，要做迄个金，要做啥？要叫金字塔。啊，伊要做叫因做的是讲，你庄啊着我按照起工着我搞出来，但是咧，无爱土互你，也无爱草互你。啊，无土无草，免怎捏庄啊？啊，无捏庄啊，免怎会当去烧庄啊？对不对？哦，啊，伊讲安尼上帝哪上法老？哦，那安尼来讲吼，咱着爱做朋友啦，爱了解，咱的世界吼，你若互伊真侪即个法条，无互伊即个法条的亏难，要不是法条啦。法律规条啦，为了听这个东西，你若无真侪法律的律例甲规定一堆，啊，伊拢做袂到免咯。好来，要你问答吼，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伊这个回答就是来叫咱来想起着创世纪上帝造人的时阵，是真上帝创造万物，拢讲好，上帝看做好，但是上帝做人的是讲哇，是啊极其好，有够好。所以人对了甲犯罪，毋是偶然的，毋是无意中的，也毋是互逼的。听了，我细汉时若犯错，阮老爸骂我，我讲啊，人叫我做，我叫做，阮老爸讲，人叫你食啥，你要食啥？哦，对不对？你家己自愿的啦，你内面想要做啦，啊，人逐日引诱的时阵哦，是你内面叫做你应我合。是毋是？你内面都回应伊啊，对不对？人叫你食屎，敢食屎？啊，人敢毋杀一支手枪伫后壁逼你？所以亚当夏娃的犯错，毋是偶然的，毋是无意的，嘛毋是人用切单压的，讲你无做会死，迄是出于伊的自愿。所以人是自愿为业，自甘堕落的结果。所以人犯罪时，伊毋是完全毋知伊咧创啥，啊，伊毋是讲伊无气力通人抵挡的，啊，伊也毋是无财力会当来看破魔鬼杀人鬼骗，伊拢知影。所以人的对了就哪亲像人安尼目睭金金，啊，看到头前，好有落有迄断界，啊，佮硬硬啊撞落，啊，即个目睭金金人冲着，哦，台湾有一句话，我讲目睭金金人冲着。啊，就硬要来撞落，啊，无顾一切向前冲！台湾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政治人物叫做冲嘛，啊，就无管你就冲落啊。人的对了就是安尼，所以人对了冲落是讲啥呢？啊，讲你是怎无做迄落，哎哟，你也无做过失，啊，无做这个违例，啊，你叫我冲落，无啦，你的车有方向。有方向灯，你的车你也嘛拢有啊，啊你车嘛有卡动，你无车嘛有迄个handle路会当判过咯，啊你硬要冲落，个怪讲啥？所以这就是咧人甲上帝的关系断裂，失去永远活命的稳定，互人甲人的互会，拢进入这个可怜的上帝的状况，只有干来咱怪家己。我顶下讲，袂使讲袂生牵拖厝边，你袂生人厝边有啥关系？啊，你若阮睇来会生人厝边有关系，啊，这是奇怪，对不对？啊，为囡仔无生爸母，啊，这是啥？这是啥物遗传？这遗传嘛，对不？啊，生厝边咧，啊，这受环境的影响，哦，这个唔对啦。所以咧，咱亲像有一个好野人，伊自用伊所有的囝儿，拢为一大笔的财产，啊，搁再有真水的厝位徛起。搁再迄财产呢，系囡人利息呢，教育伊的细囝一世人行业，结果有一个囡仔跋筊，我开互了，啊厝也卖去，
啊，搁再吼负债累累，啊，伊来甲老爸靠完，老爸讲，老爸啊，我诶安尼拢是你害啦，因为我责着你啦，我你生诶啦，我 DNA 拢你为我害，且毋敢是安尼。老爸讲你看我 DNA 我就袂安尼，对不对？啊，这是牵拖，所以上帝显化咱是公义，是公平，是公义甲公平。啊，有人讲靠福心不福，我上帝敢无考虑阮的环境已经改变啦，啊，袂降低伊的标准，因为咱人是活伫即个瞬间万变的世界，所以咱为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太大了，太紧了，地到咱随时爱自我调整。咱无自我调整，咱真正有这个社会倒汰，甚至连教会法规嘛爱时常调整。圣经内底讲，古代的波斯马代人的法律是永远袂改变。哦，这是这个但以理的故事内底袂改变，但是这是无可能的啦。所以咱来学会晓变通，会晓来成长，会晓来适应，会晓来修改。咱着上帝拢袂晓变通伊啊，啊上帝拢袂晓调整伊，对不对？啊至少嘛莫继续来要求阮做咱做袂到的代志。所以第9条律则就讲，其实咱人认为哦，所有的律法拢无法度照成，无法度完备。拢爱时常因为世界的变迁来调整，但是上帝的律法是完备、是公义、是全面、是照正的，是袂改变的，所以是永远的。这是上帝的眼光。设施上帝若变来变去，啊，咱人啥了解无？譬如讲地心引力啊，啊一个有一个无，啊签个，啊咱人变怎？你了解无？啊，就是一个日头要出来，一个日头毋出来，啊出来到救伊，哇，咱人变得正错。所以上帝的定律是永远的。上帝咱人的话拢会用对风拢飞去，但是上帝的话永远伫咧。既然是安尼，真正的信心就是讲啊，我需上帝改变，但是上帝的眼光袂改变。上帝观念袂改变，上帝稳定袂改变。我因为安来学了上帝，上帝公义会改变，所以我只有顺服。那亲像地心引力袂改变，所以咱袂使为10楼、7楼我跳下来。咱知影讲这袂使，哦，咱要了解。所以咱应该学了上帝的真实公义，来称颂上帝永远袂改变。这是真正上帝的标准是安尼。了后，咱知影吼。咱会来会晓伊讲啊，上帝真正会啉罪恶会啉到咱哩，幸福会啉到咱哩。来，上帝的罪恶会啉到咱，因为咱有原罪，原罪就是罪性。亚当的罪也算伫咱，像亚当迄种骄傲的罪，咱嘛依原骄傲；亚当迄种悖逆的罪，咱依原悖逆。其实哦，咱若饲过细汉囡仔拢知影，细汉囡仔吼。你毋免教伊，一定要讲无爱，对不对？就免教的，无爱，哦，应吹应气，这样免教拢袂。伫亚当内底，咱拢犯罪。虽然咱听过魔鬼的引诱，但是。对了，是咱家己的错，咱都讲过。但是上帝依然持守伊的荣耀，咱得因为安尼来感恩。咱无忠信，但是上帝依然是信实的，咱得应该来学了。上帝袂改变，无像人安变来变去。啊，即摆人实在是无公义，即摆人安尼变来变去，甚至人袂遵守伊所定的法律，你同意？会知咧查经的时候，就是。我来讲，咱的总统几啊任拢是法律的，对不对？啊，是咱是法律朴素，啊，是老啊因讲，啊，这是法律朴素的，拢在生法，拢无咧遵守，是不是安尼？对不对？严官付出考察，啊，愈后设法律，那上个愚门，
咱想讲样遐尼多，但是伊就有法度闪过律法。但是上帝确实无共，上帝永远守伊律法。上帝若无守伊律法吼，上帝就无公义啊。上帝若随时降低伊的标准，就无标准可言，对不对？啊，所以若是安尼，咱要怎去找着信心、活命、真理、可信的标准呢？所以上帝若是放弃伊家己的律法，伊就是违伊的家己。上帝绝对袂违反家己。所以上帝所有的律法是永远立定，伊袂背叛伊家己，伊用公义来款待来好款待人。所以呢，安尼咱了解是讲，哦，伫咱这个社会，甚至咱当应允的，咱常常伫这个关键的时刻，咱来反悔，但是上帝袂改变，袂改变的人，有人开始讲，安尼真正袂改变，咱就袂变通咧。上帝，咱就无看到我家己的困境遐尔大，上帝当然看到啊。上帝是知影咱本性的软弱嘛，知影咱的卑微嘛，伊嘛知影咱容易绊倒。诗篇103篇第14节讲，但是咱毋免担心，伊知影咱，但是伊是咱的爸，伊确实真正了解咱的仁义，伊是慈悲的爸，但是慈悲的爸，可是毋是慈悲的公啦，听有无？台湾人所有的生命无爸。台湾人所有的生命拢公啦，你捌听过低调公、无调公、造神公，对不对？啊，什么太伯公主、什么上帝公，拢公啦，啊无爸啦，那爸是客啦，客爸啊。因为怎讲呢？因为台湾人的迄个发展比群无通好，迄老爸拢足严格，啊足高管的，安尼，所以呢，咱无爱讲，拢无爱爸，若讲就袂歹，你看。迄讲哦，讲对孙仔有够好，对不对？极其宽容，极其宠爱，有够好。所以咱台湾人就这投射去心灵，所以咱心灵拢无爱背，拢爱啥？我爱讲，因为讲上好。讲你若练手手，那错等于讲对不对？哎呀，你家己打老爸手手来摆看卖，把你扒落去，无伊无通。你甲手出去就爆了啊！你讲个来放过，对不对？孙老板就讲赞，爸爸阿公才个来个办者，对不对？这无共啊，对不对？若台湾的新民呢，骂，骂做，所以骂管民骂，什么骂拢骂，念吐跳书，都是安尼。但是呢，圣经讲上帝是咱的爸，伊是一个慈爱的爸。但是伊嘛是公义的爸，说出这个老爸若无任何的法度、无规矩，互囡仔滥散，互囡仔放纵，安尼即种老爸是宠爱善囝，毋是真正爱听。善囝不好，善弟压走。好，最后我毋敢讲，迄句叫做善恶差人。这就是安尼，所以上帝是真正的爸。伊无爱互伊的子孙，伫这群魔乱舞的世界，伫遐漂流，伫遐放纵，伫遐失踪。所以上帝就找起伊独生圣囝来到这个世间，甚至上帝独生囝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请问诶，上帝的律法，耶稣基督违背无？耶稣无，耶稣嘛是爱遵守，也全部来遵守。耶稣讲，恁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迄样。上耶稣嘛讲，我毋是要废掉律法甲先知，我拢的确要成全。所以上帝的圣囝，伊讲我来是要遵达爸上帝你的旨意。所以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毋但是承认上帝的律法，伊阁成就上帝的公义。所以咱免怎样保佑。连上帝的囝来到这世嘛是安尼，所以咱莫阁找这借口，咱来讹了上帝完全的公义。了后，咱来讲，上帝愤怒，上帝是那囡仔成过安尼发性地发脾气。后来讲这个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无共，新约上帝是慈悲的，旧约上帝是严苛的。
所以旧约的上帝是老爸，啊新约上帝是阿公啊。啊，就或者以色列人咱老心老命，老到无多，啊老到到尾年岁大，啊变阿公啊，啊就可以开始听孙啊，有人咧讲对不对？对不对？啊，我阮兜饲一只猫啊，我迄只猫若要转来哦，我拢放出去，转来时哦，我拢欢迎，我揽的，啊，我的囡仔吼，看到只猫转来，这厝转过你管，无迄落，啊，定来处理。啊，见转来就鸟就打落去，啊，所以阮只鸟若免入来吼，拢当外口探头探尾，啊，看到阮兜其他人拢唔敢入来，啊，看到我就欢迎，拢反正入来。哦，我的囡仔问我，你是阿公哩？啊，这鸟你先看，啊，伫外口咧说说，其实我规条鸟啊吼，了解一个真理。咱囡仔我换转来吼，也是安怎样哦？我转来拢爱滑到迄里，讲哎呦，1、2、3、4、5，爸爸等你等得好辛苦，抱着他。这种欢迎伊啦，这是上帝咧，迄放动点要转来时阵，请问的因老爸在创啥？你等伊啊，对不对？啊，等伊时个，你要讲的时，请问的是上天总意，老爸先看去，老爸先总意，啊，老爸去要来揽的时，你惊紧问，哎呦，要对落啊，结有对落无？啊，揽袂对不对？啊，老爸喙拄来，哎，要加落啊，结有无是来争取。上帝的慈悲。上帝的疼痛，确实实，但是无违背伊的公义。所以人若唔倒来，唔反悔，上帝会啥？咱拄仔拄仔讲上帝真无欢喜，但是对问题，海里报的对问是讲极其震怒。所以咱无法度袂使安尼放外话啦，袂使置之度外，置之度外听有？置之度外啦，置之度外，咱老爸常咧讲，我讲的迄种置之度外。阮老爸是无人教，阮老爸咧讲迄台语讲较出水，看你食饭，哪上武上拍好，叫你这工课哪上讨花过火，食饭拢用拼，你这工课拢唔请。啊，讲着食真我遐，讲着食打死人，叫你这工课就我打死，我打死。我讲这真水的代志，我真正就我老爸学，我毋是为迄个顶落去白费子学的。啊，所以上帝的震怒吼，毋是上帝伫高山咧看火，当下咧看高山看火吼，哦，迄个火彩是足水的。我感觉吼，毋是呢。你知影迄个爱迪生是真好的基督徒，爱迪生啊，伊迄个钢铁砖爆炸破去。机公司啊，啊，伊个工程师，伊讲大家拢撤退，工程师安好甲安尼啊，大叫因某来答应，你某讲啥创啥啦，来看咧，你捌看过遮水的火？哦，讲也袂，哎哟，迄个红的就是磷化钾啦，哦，迄个就是啥玩意啦，哦，伊某讲死到你头壳发烧，你现在来哦，我无啦，你一世人永远都捌看过遮水的，你看。迄个是对你实验室发出来咯，迄是啥物火？迄伊个啥物的，伊个原料是啥？你看到啥？上帝看咱偌济哦，毋是爱迪生咧看迄落呢，伊本身是去牵涉内底，因为这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冒犯上帝的圣洁，是侮辱上帝的恩光，所以上帝极其的厌恶，伊是公义的审判者。佫是天天向恶人发圣体上帝，这是诗篇第7篇11节的。所以咱来了解，既然是安尼，所以上帝的宪法是真的，毋是假。啊，上帝的宪法吼是公义、公平、公正，伊的确宪法，但是毋是伫审判日。有人讲啊，咱讲一句话嘛，对不对？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未到，只是时未到，对不对？一句话，咱若讲这个时未到，上帝毋是干那是审判日，伊是伫即世人甲永远，所以咱即世人会拄着病痛、逆境、灾难、破产、失业、战争甲死亡，这拢是罪的结果，所以咱。
袂当讲我会当顺势应变，但是最后这审判就是地狱。所以咱人若活的是自称作义，自我背逆，自愿离开上帝，最后就是永远受劈杀，是伫地狱内底。所以地狱，咱袂使讲迄地狱吼是一种心理状态尔，毋是一个所在。圣经教是讲地狱是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迄个人拒绝上帝听，结果上帝听无临到的所在。但是上帝嘛讲，圣经嘛讲，地狱嘛是真正一个所在，真正一个所在。所以这是真严格。所以圣经内底讲着死吼有3种，咱来了解下吼。所以审判有2种，一种是即世人，但是请注意者，咱若兄弟姊妹甲咱亲人，若犯若有艰难的时阵，咱袂使讲哦，你犯罪哦，你认罪哦，你上帝要起杀你哦，毋好当威胁。你要地狱哦，这地狱真糟哦，你若讲安尼哦，人拢不去，对不对？有的人一人伫咧高雄医院伊头前哦写3年代，写落你我看过人举牌啊，写者讲哦，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数，死了够审判，我人看就是够气的。所以咱毋是要安，这上帝真理无对，但是请问耶稣对遐有病人人来到伊头前，伊讲啥？讲你是毋是愿意医治？你是毋是愿意得到医治？所以咱毋是上帝，咱莫审判人，咱得爱介绍人上帝的听甲恩典，你是毋是会当得到医治、得到赦免？这较重要，你了解吼？无动不动无安尼吼，咱是较袂倒，逐拢骂人。我较早伫咧做兵的时候，我伫咧流水教会，流水教会有6、7年，足够爱探访的，逐个见探访就讲你有罪，恁囝过过歹，你有罪，你犯罪，你认罪，你无认罪，恁囝会过歹，到变少仔囝，到袂死，才袂因讲的话对不对？对啦，啥听到拢变生气，一个我真遮艰苦啊，你莫搁我讲啊。你个唔认罪，你下个较大，到尾感情会出来。我就道理，我逐个拢无得到安慰，你受艰苦。毋是啊，咱毋是法利赛，咱是来第3个借口就讲，上帝是主爱，较会审判人。咱知影法国百科全书的一个哲学家，这哲学家真有名啊，叫做伦泰尔，伏尔泰尔。这个伦泰尔这人真清楚伊啊，伊讲哦，全世界若要100年后若要看到圣经哦，只有个人去博物馆，看讲哦，这是100年前咱读的圣经啦，只有人无人要读啊。哎呀，迄阵的人讲够讲的，这就是伦泰尔咧讲的话。伦泰尔伊要死之前哦，足惊遐的，因后生是一个真敬的基督徒讲，爸爸，你着信耶稣认罪悔改啦。有哪会需要咧？迄上帝是慈悲啊！上帝吼，伊的职业就是当赦免人的罪啊！所以吼，上帝吼，伊真正真正咧，伊袂迄落咧，伊袂失真咧。所以上帝赦免我，你免管。结果惊遐来死，无愿意信耶稣。上帝真慈悲哦，伊的厝吼，无用过100年，50年后，去法国圣经公会来买，专门咧印圣经甲卖圣经。我过来袂出到圣经，这伊讲100年后无人买圣经，结果50年伊的厝了也圣经讲话，到尾啊，天主教佮改变，伊就迄点世纪的时候，改变迄个梵蒂冈第2迄个会议了，天主教鼓励逐个人读圣经，圣经呢改做翻译做每一种的语言，所以先翻做德文、法文甲英文，法文法国哇大量推销，即全世界。上称的就是圣经，上畅销就是圣经，所以讲上帝是慈悲的，伊袂另外其实，哎呀，所以这教会内底有一种的流行的神学叫做普救论。普救论的意思就是讲，上帝是疼啦，上帝连一只好事伊就袂来伤害啦，伊袂互迄灵魂忧伤啦，上帝疼万世间万人啦，人人拢有得救啦，无地狱啦。无人会受气绝啦！慈悲的上帝，他会使叫人伫遐咧受苦咧。伊
为头到尾拢用慈悲款待人，所以咧讲着地下的火啦，讲着迄硫磺甲火湖啦，迄拢是基督教的八股，迄拢就是杞人忧天啦，那上天要挂落来咧，无影啦。上帝是慈悲的，伊袂绝对违反家己。请问诶，即句话下伫真理无？下伫叫做部分的真理。真侪人用圣经一部分的真理来扭曲上帝全面的真理，对不对？上帝几啊，真正确实记载讲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伊无快快受气，伊有丰盛的恩典。会慈悲甲诚实，这是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诗篇嘛足侪讲。上帝真正以色列人，真正伊好款待因几啊遍归给上帝，上帝拢恩待因个赦免因，但是上帝伊的北长甲伊的道路实在是真正大甲甚至扯起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为咱的罪来死，这是一处伫咱意料之外，对不对？上帝确实是听，但是咧，约翰福音3章6节讲，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叫一切信的人无地教灭亡，反得到永活，对不对？即句话有讲，即句话咱拢读到3章16节，但是3章18来讲。讲遐个无信的人是永远受定罪，因为因无相信上帝独一生囝。所以，那亲像讲，咱遮个人拢讲得到一种的恩益，咱有病，但有一个医生讲，我遮有好的药啊，恁愿意食，恁来摕，恁食了袂好，啊，叫有人就偏偏唔食。请问，偏偏唔食的人？伊会得到医治袂？所以有一群天鹅，活伫真清澈的水边，伫水内底，伊遐游水，结果伊来喙焦来死。有一群的鸟鼠，住伫迄个大的米仓内底，结果煞来摇落来死。啥物原因？伊唔啉啊！我偏偏唔啉，我你想安怎？我偏偏唔食变怎？你唔食就夭寿，你唔啉你就。所以有人讲哇，信耶稣遮尔专制，爱信耶稣才会得救。无信耶稣袂得救，哇！恁信耶稣人心够硬。我请问诶，你是怎会呼吸空气会活？你是安怎会讲一定要呼吸？无我莫呼吸嘛，我莫呼吸，我看卖，你莫呼吸，你就死。你请问你无呼吸，请问你对空气有伤害无？无伤害也是你唔爱啊，所以上帝在恩典互咱，所以咱真正错误就是，咱认为上帝人公义上帝人公义的确无阻碍，所以上帝人要审判人，伊就无阻碍。上帝人要阻碍，伊就袂使公义。这是安怎？这是咱用一骹行的是。犹太人讲咱人若要行路，正按2骹来行，所以犹太人咧想代志拢两边做伙想。所以，伊讲认为上帝是公义，嘛是阻碍，所以人有罪性，所以人嘛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所以人亲像上帝，但是人搁亲像魔鬼，对不对？因认为讲一个人若要伫这个世间来徛起，伊爱有博雅的教育 ，liberal arts， 伊爱有真侪的才华甲知识，但是伊嘛爱有专业的修养，专业互伊会晓做工课。这个风这个会晓互会晓做人，人得会晓做人，搁会晓做工课，干会晓做人，不晓做工课也无效。有专业不晓做人，嘛无效，对不对？这个是安尼，所以上帝是这两边拢有，所以上帝的慈爱内底是照着伊的公义来行，上帝的怜悯是公义的，所以罪恶一定要付代价。结果呢，上帝免怎？佮公义佮两个冲突。结果上帝全到尾来讲，恁人做，我来做，我找起我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为咱人的罪来死，满足上帝的公义。
啊，甲为咱的罪来死，是咱做袂到的。上帝的独生囝为咱来死，佮满足上帝之爱。上帝毋但仅满足伊的慈爱甲伊的公义，佮是从这慈爱甲公义，互咱世间人。所以伊的慈爱进入咱的心内，圣灵进入咱心内，互咱会当顶头死，换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我有时呐，定定看到这家长哦，对囡仔咧遮尔严苛，我有时心内真正无甘。我讲你的囡仔做袂到，伊需要换一个性命，真正换一个性命。啊，所以咱后礼拜，咱又去继续讲，开始即马来讲上帝要怎咱去救赎咱哩。其实咱来了解，上帝是公义，是慈爱，伊的慈爱中间有公义，伊的公义中间有慈爱。但是咧，上帝知影咱人做袂到的时阵，伊找起伊独生囝耶稣基督来成做公义的典范，伊遵守上帝的律法，伊嘛将成做慈爱的典范。了后，伊慈爱甲公义完全以即个人的心肠活出来。了后，伊为咱世间人的罪来死，满足上帝的公义，佮满足上帝恩典，甲慈爱。了后，就做咧救赎来到咱身上，咱三个来祈祷。被上帝，阮虽往有侪借口，但是今仔互阮感谢你，互阮了解你真正公义，也真正的慈爱，互阮为着你的公义来学乐你，为着你的慈爱来感谢你，感谢你无放过阮，感谢你找见耶稣基督来为阮的罪来死，为阮来受刑罚，满足你的公义。感谢主耶稣为阮来死，完全接纳阮，完全听从阮，阮果甘更加的感谢。求主你继续带领阮第二个礼拜，互阮照着海德堡要理论答，一步一步来入捌真理。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